你知道，如果你有高血压的一些病史的话，或者是在用高血压药品的话，你去看中医，有一些的药品使用，你还是要非常的特别注意哦。像什么样子的东西？简单来说，很多人会用人参，它有抗凝血的效果，还有心血的效果，它有可能也会让你的血压会变比较高。然后甚至说最近可能要做个手术啊，开刀的出血风险。因为我自己有在吃人参，那还有什么样的药是中西药不太建议合并在一起的？其实主要是看它的效果啦，鼻塞的药品、麻黄类的，它可能也会跟你一些强心剂的药品，像 Digoxin 也会造成一些交互作用。像人参那一种的，也对于一些降血糖也会有差。所以其实你要用中西药的部分，其实也都是要请专业的医疗人员，像中医师或者是药师帮你去做评估。是，不是餐餐吃、天天吃。你搞不好没有吃到保养的效果，而反而伤了身体啊！吃也要吃对量，吃对时间，吃对东西。对，没错。